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湾各地最近定定落雨。昨下晡伫南投埔里嘛发生土石流，有7户人受到影响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另外，即马路面的土石已经清甲差不多了。今仔埔里镇长嘛去现场视察，嘛表示讲会来协助受灾户。南投埔里镇夜港里的大溪路，21下晡因为上大雨，在下晡4点外时发生土石流，大量的土石甲雨水为山架冲落来。上严重的第一户，1楼有一半以上去互土石流淹掉。另外，嘛有土石冲入去邻家厝内底，20支透早居民赶紧清理家园。因为都淹水，我昨天爬楼梯，从2楼阳台进去，我到楼梯看看，里面淹上楼阶梯不知道几节。就请他们相关单位勘察，然后配合，那请我们这边可以住得安心一点。21土石流发生了后，里长就随通报埔里镇公所，有在地民众家己使怪手，嘛甲厂商合作，用机具清理车路的土石。暗时8点外已经要清了啊！20支埔里镇公所的人嘛来到现场了解灾情，指出拢总有7户受到影响，其中有3户受损上严重，新安置到旅馆上无3天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其他伫厝内底的部分啦，外围的部分要用人工的，再来请咱的这个弹药库的这个国军的弟兄来帮忙。埔里镇公所强调，徛家部分也咧协调国军来斗骹手，接落来嘛要请水保署甲林业署来改善山坡地水土保持。记者邢欣怡南投报道。